各位馬群中人戰，大家好。今次喺4月15號星期三，法蘭克福夜馬賽事將會跑9場賽事。頭上嘅開跑時間晚上6點35分。至於今次草地跑道將用 A 跑道，呢條法蘭克福 A 跑道個闊度有30.5米，闊度係各條跑道之冠啊。呢條跑道表面上可以俾陣上某一匹馬有足夠空位衝刺，但好多時都有利於放頭嘅馬或者跟前嘅馬較為有利啊。尤其係有利於內欄嘅馬匹。另外對於一啲內欄嘅後追馬，往往有機會容易受困啊，到時影響發揮。所以呢條跑道總括嚟講對於騎師要策騎後上嘅馬將會有一定嘅考驗啊。如果中意留意跑道嘅朋友，到時可以參考下。今日賽事我哋想同大家分享兩匹消息馬。呢兩匹消息馬聽到消息，認為跑入三甲機會都好大，但係同場都有2-3匹對手，到時可唔可以勝出頭馬？最關鍵真係要睇下臨場騎師嘅發揮。但點都好，我對於呢兩匹嘅消息馬跑入位置佢哋都有好大嘅信心。大家到時不妨留意下。OK， 今次賽事我哋第一匹想同大家分享嘅消息馬係第3場4號馬先到先得。先到先得呢一匹來自紐西蘭嘅 PPG， 今年5歲，隸屬蔡約翰馬房。先到先得喺香港已經跑咗3季，得到2冠3馬3季成績。呢一匹聖靈瀑布嘅子嗣，質素只係中規中矩，所以長時間只係喺4班賽事出賽。另外為提高呢匹馬出賽嘅表現水準，練馬師蔡約翰喜歡揀選跑馬地賽事出擊。先到先得喺香港2場頭馬都係喺上季，即係24-25年嘅馬季2場4班1650米賽事攞到。但係踏入今季之後，先到先得不經不覺已經跑咗11場賽事，當中最叻只係攞到3亞2季成績。到現在為止仍然未可以交出香港第3場嘅頭馬。上一場賽事先到先得繼續報跑嘅強悍路程，跑馬地1650米，再次由騎師艾杜拿幫手執韁。結果呢場賽事先到先得雖然喺賽事途中發生輕微意外，但係見到騎師艾杜拿全程都好努力，同時喺直路推手兼備最終只係以半個馬位距離輸咗俾沿途一路領先放頭到尾嘅沈達成馬房，知道穩勝。呢場輸咗都無話可說，因為論質素知道穩勝一定高過先到先得。先到先得跑完呢場賽事之後，喺馬房休息咗幾日，跟住就上返從化繼續操練。喺從化期間，操練安排都冇鬆懈，期間繼續安排有3放快跳，並且喺今日星期一返嚟香港之後，我繼續安排馬匹再有最後試跑快跳1課。論今次嘅操練其實幕後對先到先得一啲都冇放鬆。今日晨操之後，見到先到先得嘅狀態仍然保持得好好，一啲都冇低落過。先到先得今日賽事仍然報跑跑馬地1650米，並且喺檔位方面抽到第2檔。呢個檔位應該對先到先得更加好跑，因為過往先到先得大多數賽事都喺沿途留喺中間位置，跟住入到直路之後至展開衝刺，所以今次抽到第2檔應該對佢有好大嘅幫助，因為喺賽事途中令到佢更加容易揾到遮擋嘅位置，到時更加慳位慳力。所以對於嚟緊嘅星期3賽事，聽到消息，我對先到先得跑入三甲有一定嘅信心，大家不妨留意下。OK， 輪到第2匹嘅消息馬。今日賽事我哋第2匹想同大家分享嘅消息馬係第7場6號馬星雲笑着。星雲笑着呢匹來自澳洲嘅自購馬，今年6歲隸屬方家柏馬房。星雲笑着至今喺香港攞到1冠6亞4季成績，算係一匹易穩難贏嘅馬。但係整體方面，佢跑入三甲成績都有38%，算係相當唔錯。總括嚟講佢嘅演出都算相當穩定。星雲笑着未嚟香港之前，佢已經交出幾有水準嘅演出。喺澳洲出賽一共跑咗7場賽事，攞到3冠1亞1季成績。嚟到香港之後，喺第1季賽事，星雲笑着雖然未能勝出任何頭馬，但係佢嘅演出都算非常穩定。第1季總共跑咗8場賽事，得到3亞2季，一個第4，一個第5嘅成績。有5場賽事都能夠跑入位置。另外當中總共有7場賽事都可以替馬主贏取獎金。馬主雖然贏唔到頭馬，但算得到幾好嘅安慰。星雲笑着踏入香港第2季賽事，可能喺成長方面冇乜突破，所以佢嘅演出可以話停滯不前。全季賽事我唯有安排邊跑邊減分。喺呢季佢一共跑咗11場賽事，當中只有1場可以跑有一席第2嘅成績。
去到今季啊，屬於星雲笑着踏入嚟香港第3季嘅賽事。由於喺季初啊，馬匹獲得咧比較顯著嘅減分，由上年季尾嘅53分減到今年季初嘅48分。另外，如果呢個季初嘅馬匹評分48分，同上年季初啊當時評分65分比較，星雲笑着都少咗咧17分。由於星雲笑着馬匹評分啊去到嚟香港嘅新低，所以佢嘅演出啊即時嚟個反彈，並且喺季初啊第一場賽事啊沙田1400米奪得嚟香港第一場嘅頭馬，跟住馬房啊希望喺第二場賽事啊繼續咧乘勝追擊，但最終只能夠以1個馬位距離輸咗俾頭馬，最後只能夠屈居第2個終點。而呢場勝出嘅頭馬，我而家已經上到3班，但仍然可以勝出2場賽事，姚本輝馬房一定掂。跟住再跑咗幾場賽事之後，由於幕後留意到啊，星雲笑着如果繼續留喺沙田出賽，應該冇乜着數，所以最近3場賽事啊，莫特登安排啊，星雲笑着由沙田咧轉過嚟跑馬地出賽。呢個場地嘅轉變啊，對星雲笑着好有幫助。轉咗場嘅3場賽事，分別攞到咧1亞2季成績。雖然仍然未能夠咧增添頭馬嘅數目，但係呢3場賽事當中有2場賽事啊，明顯對頭馬有一定嘅威脅。睇翻過往啊，星雲笑着雖然可以跑入3個嘅賽事，但好多時啊都係俾頭馬掟甩。所以咧，星雲笑着轉過嚟跑馬地出賽，明顯好過咧留喺沙田出賽，起碼咧競爭能力大咗。所以冇安排佢轉過嚟跑馬地出賽啊，真係明智抉擇啊！星雲笑着今次嘅操練啊，同過往操練咧其實差唔多，都係大部分時間都喺內圈踱步啊。今日所唔同嘅地方係由咧徒弟黃志雲代替咗咧助手咧喺大部分時間咧幫星雲笑着咧喺內圈踱步啊。當然而家咧莫雷拉已經入主咗咧方家柏馬房，所以幕後特登安排啊，其實莫雷拉啊親自同咧星雲笑着喺大圈啊同其他馬匹拍跳一課，希望藉此啊提升馬匹嘅狀態。星雲笑着嚟緊嘅星期3賽事將會繼續報跑啊跑馬地1200米。對於今次賽事收到消息，馬房對於星雲笑着跑入3甲咧非常有信心，因為今次賽事啊星雲笑着嘅狀態啊明顯比上次好。另外當然最重要啊係今次賽事啊將會換上騎師莫雷拉，希望到時可以令到咧星雲笑着有更好嘅表現，並且可以衝破咧最近幾場賽事嘅名次，贏到嚟香港第2場嘅頭馬。今日最好不過啦。多謝大家收睇，希望咧如果中意呢條片嘅朋友可以俾個 like 我啦。另外咧如果未訂閱我呢個頻道嘅，希望可以得到你嘅訂閱啦。多謝大家嘅支持，拜拜。